台湾4个民众都有一个人有高血压。今年即马伫超商、药局、农渔会，大概已经有2000个地点拢有血压机国民健康署嘛，参民间 App 业者合作，要透过 AI 来追踪血压的变化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走入超商买物件，这是真侪人的日常生活。即马伫超商内底有即款的机器，会当磅血压。希望和民众磅血压搁较利便，国健署参业者合作，伫咧药局、超商、农渔会，或者是里面活动中心，拢通磅血压。全台即阵有我2000个据点。不可能每一个家庭都有血压计，所以呢，为了让民众可见性、方便性，那短命清单的第1名就是高血压。这短命清单的第1名啊，每年造成的全世界人命损失是1000万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投入高血压的防治，那其实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国健署也参民间 App 业者合作，民众不管是用公共血压机，或者是家己买的血压机，拢通用这个 App 甲磅血压的结果翕相，经过 AI 分析，若血压的速达有问题，就会提醒。国健署也强调，资料袂外流，只会经过国健署的伺服器。我们发现，其实高血压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，很多时候在青少年或者是初步的成年就有这样的现况。可是因为它是很无声的，不会让你很不舒服，所以常常会容易忽略它。国健署统计，台湾高血压的人数逐年增加，18岁以上的国人26.8%有高血压，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。国健署提醒，高血压袂只有伫时代发生。国健署建议民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18岁以上的民众，逐年至少1摆连续7天磅血压，再是起床、暗时要困之前，拢磅2摆，追踪家己的身体状况。记者郭明哲代表报道。